伫议会民政部门的业务报告甲质询中，虽然报告的局处拢是市府较幕僚的单位，包括人事、政风、法制、甲研考、秘书处等。不过，议员林美燕以市府一年采购发包的案件这么多，如何达到公开透明、避免弊端？议员建议，是毋是要比较湘北市成立联合的采购发包中心，加强品质的管控？对此，秘书处回应，会甲采购科来做完整的评估。依照采购法去做采购，但是有些人不是那么专业啊，例如学校好了。学校老师他们都是要去办学，但是问题是，他们现在采购的时候，往往都要学习采购法，有时候真的没有办法那么专业啦，好，没有办法，所以很多的县市，他们现在都希望能够说统一联合采购发包中心，例如台北好了，你看人家台北各个机关的500万以下的，他们自己去办理，然后500万的改为就是由联合采购发包中心呐。我想我们的秘书处那边有一个就是采购中科，是不是？是采购企划科。采购企划科，他们比较专业嘛。所以除了说你平常就要去教育分享你们的专业给各个单位之外，怎么去让他们能够在采购的时候，能够把它的就是不要去触滑，然后节省我们的成本。过训练专班将近500个以上的同仁每年接受这样的一个受训课程。那第二个要跟您报告有关联合发包中心这件事情。那台北市跟新北市有，不过实务上台中市它合并之初成立，后来又取消了，主要是因为整个采购只是工程生命历程的一环，但还包。好，让副处长说完。还包括事前的设计、事后的履约管理。不过，议员有关这个如何公开透明这样的一个指证，那我们会跟采购科这边内部再来完整的一个评估。另外，负责管理市府厅舍的秘书处议员林美燕嘛为市府的时限额批复工厂的工作站工作人员来签名，因为因中昼休困的时，拢无一个适当的场所会用好好来休息。对此，市府秘书处回应。会好好找出适当的空间，提供工作人员来休困。台南新闻联跟刘品言采访报道。